大悲咒係觀世音菩薩嘅大慈悲心、無上菩提心，以及濟世度人、修道成佛嘅重要口訣。其中一字一句都包含咗正等正覺嘅真實功夫。大悲咒共有84句，係出自一部經，叫做《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所以此咒嘅全名亦都叫做《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大悲神咒》嘅。呢個名得來係因為有一段因緣嘅。有一次喺眾會之中，釋迦牟尼佛告訴阿難尊者咁話啦：如是神咒有種種名，一名廣大圓滿陀羅尼，一名無礙大悲陀羅尼，一名救苦陀羅尼，一名延壽陀羅尼，一名滅惡趣陀羅尼，一名破惡業障陀羅尼，一名滿願陀羅尼，一名隨心自在陀羅尼，一名速上地陀羅尼。各位可想而知，大悲咒嘅功德係廣大圓滿、無礙大悲、救苦救難、延長壽命、滅除業障、滿足一切願、隨心自在，同埋能夠令誦持者得證無上菩提嘅陀羅尼嚟嘅。咁大悲咒係應該點去念呢？觀世音菩薩喺經中咁講：第一，我哋先要發廣大菩提心，誓度一切眾生離苦得樂，然後身持齋戒，不得殺生食肉，對於一切眾生要起平等心、慈悲心。行者必須時常誦持此咒，持之有行，莫令中途而廢嘅。念咒嘅人要處於靜室，齋戒沐浴以淨身，緣幡燃燈，用香花、百味飲食供養，然後制心一處，更莫意緣如法持誦嘅，即係話要集中精神，排除妄念，唔會散亂昏沉，一心持誦，必定會產生感應嘅。各位，一般中國人誦持大悲咒都係以漢文嘅譯音去念誦嘅。最近30-40年，有不少學者去研究大悲咒嘅梵音念誦法，例如印度嘅梵文學者詹德拉 Dr. Lokesh Chantra， 日本嘅鈴木大拙 Dr. D.T. Suzuki， 田久保梵同埋中國嘅張家大師同埋一班梵文專家所編嘅滿漢蒙藏四體合璧大藏全文，都係以梵音為標準嘅。大悲咒嘅漢文，大家可以根據《大悲心陀羅尼經》去誦念，佢嘅譯音同梵語係大同小異嘅。但係念大悲咒最重要嘅呢，並唔係音調嘅準確性，而係要具足三心。第一係慈悲心，第二係誠心，第三係不疑心。即係話持大悲咒嘅人要對一切眾生起慈悲心，能夠時常思維要令眾生安樂，拔除眾生嘅痛苦。誦念嘅時候，心念要集中，至誠懇切。如果一面誦念，一面懷疑大悲咒嘅功效，就唔會產生感應噶啦。各位，大悲咒不但只能夠除一切災難以及諸惡病苦，而且能夠成就一切善法，遠離一切怖畏。所以我哋必須要學習大悲咒嘅，並且要每日持誦，不單只能夠治一切業障病、身病，而且能夠由此功德超脫生死輪迴，至涅槃樂嘅。